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嚟理財真講話。今日呢條片真係所有喺香港手頭上有層樓，又開始步入人生下半場，或者屋企有長輩嘅朋友，都一定要坐低靜下心神，由頭到尾睇晒佢嘅絕對實用指南。冇錯，今日我哋要一齊深度拆解嘅主題就係好多人聽過，但未必真正搞得清入面無數細節同最新玩法嘅安老按揭全攻略，如何活化物業資產，鎖定終身穩定現金流。時間過得真係好快，轉眼間我哋已經嚟到2026年。喺2026年嘅今日，香港嘅人口老化問題越來越顯著，而更現實嘅問題係，雖然好多老友記年輕嘅時候辛辛苦苦慳食慳事，終於供斷咗一兩層物業，但係去到退休嘅年紀，往往面臨一個非常尷尬嘅局面，就係俗稱嘅資產豐富，現金貧窮。你話佢冇錢咩？層樓可能值成700-800萬，甚至過千萬，但你話佢生活得好寫意咩？因為冇咗每個月嘅開工收入，日日買係都要契到盡，生病睇醫生又驚用晒銀行啲定期存款。面對2026年現時嘅經濟環境、利息走勢以及通脹壓力，點樣可以唔使賣咗層樓，唔使搬走，又可以將層樓變成好似自動櫃員機咁，每個月源源不絕咁吐出大筆現金，供你安享晚年。呢個就係安老按揭，亦即係好多人叫嘅逆按揭，最神奇嘅地方。今日我會用最貼地、最無專業術語嘅廣東話，結合2026年按證保險公司嘅最新政策同數據，為大家全方位、毫無保留咁送上呢篇5000字嘅最強口播攻略。保證大家聽完之後，即刻可以為自己或者父母量身打造一個最穩陣嘅無憂退休計劃。好啦，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進入正題。首先，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到底乜嘢係安老按揭。普通按揭大家聽得多，就係你向銀行借錢買樓，然後你每個月供款俾銀行，供客，20-30年之後你就完全擁有層樓，呢個叫做正向按揭。而安老按揭，顧名思義，所有程序都係調轉嚟行嘅。你已經擁有咗一層物業，或者層樓已經供得七七八八，依家你將層樓抵押俾銀行，銀行唔單止唔使你每個月供款，反而係由銀行每個月發放一筆固定嘅現金俾你，一直發放到你百年歸老，或者你選擇嘅指定年期完結為止。最重要嘅一點係喺成個傳期入面，你依然係層樓嘅業主，你可以繼續舒舒服服咁住喺入面，直到你人生嘅最後一秒。呢個計劃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旗下嘅按證保險公司負責營運，背後有政府大機構做保障，絕對唔係出面啲財務公司或者高利貸，安全係數非常之高。咁到底咩人合資格申請呢？根據2026年嘅最新政策，申請人必須持有有效嘅香港身份證，而且年齡必須年滿55歲。大家要留意啦，以前好多人以為要60歲或者65歲先可以做，但其實只要你年滿55歲，不論你層樓係私樓、居屋定係夾屋，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申請。如果層樓係由2個人或者3個人共同持有，例如兩夫婦，只要大家均年滿55歲，就可以申請聯名嘅安老按揭。不過，層樓本身都有要求，物業必須係香港嘅住宅物業，而且一般而言，物業年齡唔可以超過50年。如果超過50年，就需要經過指定嘅驗樓程序，證明結構依然良好。另外，層樓原則上唔可以出租，必須係由你自住，因為政府推出呢個計劃嘅原意係想保障你嘅自住居所，同時幫你換取生活費。不過喺最新嘅優化政策之下，如果業主因為年老、患病，需要入住安老院舍或者去長者屋，喺滿足特定條件之下，係可以向按證公司申請將原有物業出租，用嚟補貼安老院嘅開支。呢一點喺2026年真係變得非常之人性化。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問題一定係我可以攞到幾多錢？每個月嘅現金流到底點樣計出嚟？呢個問題其實主要由3大因素決定。第一係你申請時嘅年齡，第二係你層樓嘅評估價值，第三就係你選擇領取年期係幾長。首先講年齡，安老按揭有一個好得意嘅邏輯，就係你申請嘅年齡愈大，你每個月可以攞到嘅錢就愈多。點解呢？因為銀行會預期年紀愈大嘅人，餘下嘅壽命相對較短，銀行需要墊資嘅年期較短，所以每個月可以俾多啲。舉個例子，如果你喺55歲就申請，同你等到60歲或者70歲先申請，即使物業價值一模一樣，70歲申請者每個月攞到嘅錢會明顯多過55歲嘅申請者。第
第二個因素係物業價值，你層樓越值錢，你每個月嘅年金當然就越豐厚。不過安老按揭為咗平衡風險，設有一個物業價值的上限計法。喺2026年嘅最新標準入面，如果物業評估價值喺800萬港元或以下，咁就會100%，即係足額計入去計年金。如果物業價值超過800萬港元，超過嘅部分就會打個折扣計入去。例如果層樓值1000萬，佢未必係用足1000萬去計，而係有特定嘅遞減公式。所以對於持有中小型物業，價值喺600萬至800萬左右嘅老友記，做安老按揭個槓桿同效益其實係最高最划算嘅。第三個因素就係領取年期，你可以選擇分10年、15年、20年去拿取呢筆錢，又或者好似我今日標題所講，選擇最安枕無憂嘅終身領取。我個人強烈建議，除非你有一啲非常精準嘅財富安排，否則選擇終身領取係最符合安老精神嘅。因為你選擇終身嘅話，無論你活到80歲、90歲，甚至超過100歲，只要你一日仲喺度，銀行就必須日日如常、月月如常咁將呢筆錢入落你戶口，真正做到與天同壽，完全消除了退休後人仲喺度，錢已經用晒嘅最大恐懼。好多人聽到呢度就會問，咁如果我揀咗終身，每個月大約可以拿取幾多錢呢？等我用2026年按證公司嘅大致數據，用一個單人申請物業價值600萬港元嘅例子，同大家算一算。如果你喺60歲嘅時候申請，選擇終身領取，每個月大約可以拿到1萬多港元嘅固定現金流。如果你等到70歲先申請，同樣係600萬嘅流，同樣係終身領取，每個月可以攞到嘅金額可能就會大幅提升到接近2萬港元。大家試下想象下，喺香港一邊住緊自己間600萬嘅屋，一邊每個月有接近2萬蚊嘅退休金源源不絕咁入帳，再加上自己原本嘅強積金、儲蓄或者生果金，呢種退休生活真係可以過得非常尊嚴、非常優雅。飲茶、旅行、睇醫生完全唔使手緊。而且安老按揭仲有一個非常強大嘅隱藏功能，叫做提取私人貸款，或者叫一筆過提款。好多人以為做咗逆按揭就只能夠死板板咁每個月收錢，但其實在申請嘅時候，或者在往後嘅日子入面，如果你遇到一啲特定嘅大開支，你係可以申請一筆過提取一部分嘅現金。例如你需要一大筆錢去為層老物業進行大翻新、大維修，或者你突然不幸患病，需要幾十萬去私家醫院做手術、買標靶藥，又或者你想用呢筆錢去償還原本層樓仲未供完嘅尾數按揭，等自己可以完全無債一身輕，呢些情況通通都符合一筆過提款嘅資格。不過大家要記住，一筆過提款就等於你預先支取咗未來嘅年金，所以當你提得越多，你往後每個月可以收落袋嘅固定月供現金流就會相應咁減少。呢個功能就等於俾咗你一個極大嘅靈活度，去應付人生不可預測嘅突發事件。聽到呢度，我相信好多聰明嘅觀眾已經開始在腦海入面計緊數，但同時我相信大家心入面一定積聚咗好多疑問同顧慮。我做 YouTuber 咁耐，收得最多關於逆按揭嘅留言，不外乎以下呢幾個超級大迷思。今日喺2026年嘅呢條片度，我決定一次過同大家將呢啲迷思通通打破，等大家可以理智科學咁去評估，而唔係被無知限制咗自己嘅退休生活。第一個最大嘅迷思，亦都係好多傳統華人社會最過唔到自己嗰關嘅問題，就係如果我做咗安老按揭，咁我咪即係將層樓賣咗俾銀行，咁我百年歸老之後，我咪冇得將層樓留俾我嘅仔女、我嘅孫仔，咁咪好不孝？各位老友記，各位孝順嘅仔女，請大家聽清楚，呢個絕對係最大嘅誤解。做安老按揭，你從來都冇將層樓賣俾銀行。你依然係100%嘅業主，屋契上面寫嘅依然係你嘅名。咁當你一日仲健在，你都擁有絕對嘅居住權，邊個都冇權趕你走。咁當有朝一日你完成了人生旅程，去咗另一個世界，層樓會點樣處理呢？最新嘅政策程序係咁樣嘅：當業主去世之後，你嘅法定繼承人，即係你嘅仔女，擁有絕對嘅優先權去贖回呢層樓。銀行會計一筆數，將你咁多年嚟收咗嘅月供、年金總額，加上應計嘅利息，再加上成個計劃嘅保費，得出一筆總欠款。你嘅仔女可以選擇用自己嘅儲蓄，或者自己去銀行做一份新嘅普通按揭，去向銀行還清呢筆總欠款。只要還清咗，層樓嘅契就會完好無缺咁交翻俾你嘅仔女，層樓依然係屬於你哋家族嘅。咁
咁如果仔女冇能力贖回，或者仔女根本唔想要層樓，又會點呢？銀行就會將層樓物業推向市場，公開拍賣或者出售。賣咗層樓得到一筆資金之後，銀行會優先扣除頭先提到嘅總欠款。最精彩嘅地方嚟啦！如果層樓因為樓市升值，賣到一個好價錢，扣完銀行嘅欠款之後，仲有大把錢剩，咁呢啲剩餘嘅源源不絕現金，將會100%作為遺產，由律師交返俾你嘅仔女繼承，仔女1毫子都唔會虧蝕。咁相反，如果遇到經濟大衰退、樓市大跌，層樓最終賣出嘅價錢竟然低過銀行咁多年來俾你嘅年金加利息嘅總欠款，咁點算呢？大家完全唔使擔心，因為安老按揭設有保險機制，拍賣層樓之後，如果資不抵債，入面出現嘅所有虧損同差額，將會由按證保險公司全數承擔，銀行絕對無權，亦都唔可以向你嘅後人、你嘅仔女去追討1分1毫。大家聽清楚未？呢個條款用8個字形容，就係賺就你賺，輸就政府輸。如果樓價升，仔女仲有遺產攞；如果樓價跌，你生前已經賺盡咗高過樓價嘅現金流，而仔女亦唔需要承擔任何債務。試問世間上仲有乜嘢資產活化工具可以做到呢種穩賺不賠嘅對沖效果？講完第一個迷思，我哋嚟講第二個大家最關心嘅痛點，就係逆按揭嘅利息同保費好似好貴。聽講成件事係複利計算，利疊利會利死人，最後會吞噬晒層樓所有嘅價值。冇錯，我身為一個負責任嘅財經科技 YouTuber， 我絕對唔會隱瞞大家，安老按揭確實係有成本嘅，而且成本主要分為2大部分，利息同保險費。而且佢確實係用複利，即係利疊利嘅方式去計入你嘅總欠款戶口入面。首先講利息，喺2026年，安老按揭一般分為浮息計劃同定息計劃。浮息計劃通常係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者最優惠利率去計算，而定息計劃則係在成個年期入面鎖定一個固定嘅利息。因為你每個月向銀行拿錢，你冇供款，所以呢啲利息唔需要你每個月拎荷包出嚟俾，而係好似滾雪球咁，每個月記賬喺你嘅欠款戶口度。第二部分係保費，保費又分為基本保費同每月保費。基本保費一般係物業價值的2.5%，分7年，每年0.36%咁記賬，而每月保費就係按你當時總欠款額嘅年利率1%左右去逐月計算。同樣地，呢啲保費全部都係記賬，你活生生嘅時候係不需要交1毫子現金嘅。咁好多人一聽到利疊利2.5%保費年利率就嚇到退避三舍，覺得政府搶錢。但大家理智少少，用商業邏輯去諗一諗，銀行平白無事，每個月塞幾萬蚊俾你，一俾就俾幾十年，期間仲要承擔你可能活到120歲嘅長壽風險，同埋香港樓市隨時大跌嘅風險。如果完全唔收利息同保費，銀行開善堂呀？呢個世界上所有嘅風險轉移都需要付出代價，你付出的利息同保費，本質上係買緊一個終身收入保障加樓價跌幅保險。而且，正如我頭先所講，呢個利疊利對你眼下嘅真實生活品質係零影響嘅，因為你一日未百年歸老，你都唔使還呢筆錢。你戶口每個月收到嘅年金係實實在在1分1毫都唔會減少嘅。只有當你走咗之後，計遺產嘅時候，呢個雪球先需要被融化。如果仔女打算要層樓，咁利疊利確實會令到佢哋需要付出更多去贖回。但如果仔女本身就有自己嘅物業，或者你哋有共識，兒孫自有兒孫福，自己財產自己享，咁呢個利疊利滾到幾大，其實同你都已經冇關係，因為最終差額係由保險公司埋單。所以我覺得大家要轉變心態，唔好用資產增值嘅角度去睇逆按揭，而係要用消費、享受、保障嘅角度去睇。好啦，講完呢2個最大嘅心結之後，第3個問題就嚟啦。既然安老按揭咁好，咁我依家2026年市面上仲有冇其他活化層樓嘅方法？兩者對比，邊個住數啲？最常攞嚟同逆按揭對比嘅，主要有2種方法。第一種叫做賣樓套現租屋住，第二種叫做私人市場加按，然後買高息理財產品或者做定期。我哋逐一對比下。首先講第一種，好多人話我直接將層樓賣咗佢，攞住700-800萬現金，然後每個月用2萬蚊租屋住，剩返嘅錢用嚟生活，咁咪仲自由。
聽落好似好有道理，但你忽略咗幾個非常殘酷嘅現實問題。第一，香港嘅租務市場對長者其實並唔友善。好多業主好驚將層樓租俾70、80歲冇工作收入嘅老友記，好驚長者喺自己間屋有啲咩冬瓜豆腐，所以長者租屋往往會遇到好多白眼，甚至要一筆過預繳1年租金先租到。第二，租金係會隨住通脹不斷上升嘅。今年租金2萬，10年後可能變咗3萬，但你手上賣樓嘅現金係用1萬少1萬，呢種心理壓力會隨住年紀愈大，現金愈少而幾何級數上升。行內人稱之為坐食山崩嘅恐懼。第三，搬屋對於一個60、70歲嘅長者嚟講，無論係體力定係精神適應，都係一個極大嘅折磨。老人家喺自己住慣咗幾十年嘅小區，樓下街坊、茶餐廳、睇開嘅醫生、公園嘅騎友，全部都係精神支柱。你叫佢每幾年因為業主加租或者收樓而被逼搬一次屋，呢種動盪絕對會大大影響長者嘅身心健康。對比之下，安老按揭讓你唔使搬，唔使睇業主面色，租金支出係0，而且現金流終身鎖定，高下立見。再講第二種方法，有啲老友記好精明，話我依家60歲，層樓供斷咗，我唔做逆按揭，我去普通銀行做7成私人累加按，借400萬現金出嚟。依家2026年，雖然利息走勢同幾年前唔同，但如果我數到一啲穩定嘅高息股，或者做高息定期，或者買年金，用賺到嘅息嚟供返層樓之餘，剩返嘅錢用嚟做生活費，咁咪仲靈活。呢個方法理論上可行，但實際操作上極度高風險。首先，普通銀行做加按，非常睇重申請人嘅供款與入息比例。你已經退休無咗收入，銀行憑咩借幾百萬俾你？你可能又要仔女做擔保人，咁就會佔用咗仔女自己買樓嘅借貸額度，加重仔女嘅負擔。其次，普通加按你每個月係必須準時還款供樓嘅。如果你將借出嚟嘅400萬拿去買股票或者理財產品，一旦遇到金融風暴、股市大跌，或者公司削減派息，甚至定期存款利率突然大幅回落，你嘅收入就會即時中斷。但銀行每個月催你供樓嘅通知書依然會準時寄到，到時你拿不出錢供樓，銀行係真的會收樓，將你趕走，變成銀主盤壇。但安老按揭呢，你不需要通過任何入息審查，因為你根本不需要每個月還錢俾銀行，所以用普通加按嚟搞退休叫做刀口舔血，用安老按揭嚟搞退休叫做穩如泰山。分析到呢度，大家應該對安老按揭有咗一個非常全面而且立體嘅認知。咁如果我依家聽完我呢條片，覺得呢個計劃真係好適合自己或者父母，咁在2026年嘅今日，具體嘅申請流程同有啲咩需要注意嘅陷阱呢？呢度有幾個金石良言，大家一定要袋落袋。第一步，你要做嘅唔係去銀行，而係要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嘅官方網站，或者打佢哋嘅熱線，用佢哋嘅安老按揭計算機進行初步試算。你要輸入你嘅出生年份、物業大約嘅估價，去睇下大約每個月可以攞到幾多錢。第二步，當你覺得數字滿意，你需要向指定的銀行提出初步申請。現時香港大部分嘅大型零售銀行，例如中銀香港、匯豐、恒生、東亞等等，都有提供安老按揭嘅業務。每間銀行對於物業嘅估價可能會有些微嘅差異，所以不妨貨比三家，多2間銀行幫你層樓做估價，因為估價愈高，你每個月攞到嘅年金就愈多。第三步，亦都係全個流程最關鍵、最具有法律保障嘅一環，叫做輔導程序。政府規定，所有申請安老按揭嘅老友記，在正式簽署法律文件之前，必須要同一個合資格嘅執業律師進行一個面對面嘅輔導面談。呢個律師嘅角色唔係代表銀行，而係代表你，保護你嘅。律師會逐字逐句同你解釋清楚成個逆按揭嘅利弊、權利同義務，確保你係在神志完全清醒、完全自願，而且無受到任何外來壓力或者子女強迫嘅情況下做出呢個決定。當律師確定你完全明白之後，會為你簽發一份輔導證書。有咗呢張證書，你先可以去銀行簽署正式嘅借貸合約。呢個設計真係非常之好，完全杜絕咗日後可能出現嘅家族爭產糾紛或者欺詐個案。不過，雖然成件事好穩陣，但身為大家嘅首席財經顧問 YouTuber， 我都要提醒大家，2026年做安老按揭嘅幾個真實缺點或者叫限制，大家一定要衡量清楚。第一個限制就係物業維修嘅責任依然喺你身上。頭先講過，做咗逆按揭，你依然係業主。
既然你係業主，咁層樓如果變舊咗，大廈需要強制驗樓，或者需要集資幾十萬做大廈外牆翻新，又或者你屋內漏水影響到樓下，所有嘅維修費用、物業管理費、差餉、地租，通通都依然要由你開荷包自資支付，銀行唔會幫你俾呢啲錢。所以大家在計算每個月嘅年金開支時，千祈唔好用盡晒，手頭上一定要留有一筆應急基金去應付呢啲物業嘅硬性開支。第二個限制就係不能隨意出租或更改物業用途，除非我頭先講嘅特殊健康原因需要入住院舍之外，在正常情況下，你做咗逆按揭嘅樓係絕對不允許偷偷出租俾人，自己搬去同仔女住嚟賺雙重收入嘅。按證公司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要求業主提交自住證明，例如水費、電費單，甚至會派人上門進行抽查。如果你被發現違規將物業出租，呢個屬於嚴重違約行為，銀行係有權即時終止成個計劃，要求你即刻還清所有欠款，到時就真係弄巧成拙啦。第三個限制就係年金金額一經鎖定，不會隨通脹調整，呢一點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如果你在2026年申請，銀行計出你每個月拿15000港元，咁呢個15000港元將會係一個死數。不論10年後、20年後，香港嘅物業升到幾高，或者茶餐廳嘅一碟乾炒牛河升到幾多錢一碟，你每個月攞到嘅依然係15000港元。雖然佢勝在夠極度穩定，但佢確實無抗通脹嘅功能。所以我成日建議老友記，如果你本身仲有其他流動資金或者現金儲蓄，唔好一次過在退休初期花光，應該要配合埋逆按揭嘅固定年金一齊交替使用，咁樣成個退休財富組合先至是最健康、最無懈可擊嘅。講到呢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我身邊嘅真實個案，等大家可以更加有畫面感。我有個長期觀眾叫陳叔叔，今年啱啱好62歲。陳叔叔在幾年前供斷咗一間位於荃灣，大約值550萬港元嘅兩房單位。陳叔叔有一子一女，都已經成家立室，搬出去過自己嘅生活。每個月仔女各自俾1-2千蚊家用佢，雖然夠基本開支，但陳叔叔個人好要強，好唔想成日向仔女伸手要錢，覺得會加重後生仔女買樓供樓嘅負擔。加上陳叔叔近年身體有些小毛病，好想每個月有更多閒錢可以去睇中醫調理，又想每年同太太去1-2次日本旅行，實行高質量退休。陳叔叔睇完我之前關於逆按揭嘅短片之後，自己走去研究，最終在2025年底決定申請咗雙人聯名嘅終身安老按揭。因為係兩公婆聯名，加上當時大約61-62歲，層樓估值550萬，最終計出嚟，銀行每個月準時入賬大約11000多港元去佢哋個聯名戶口。直到兩公婆都百年歸老，陳叔叔最近同我飲茶，成個人面色紅潤，開心到不得了。佢話依家生活嘅心態完全唔同晒，以前每個月用錢都提心吊膽，依家每逢1號，一開手機銀行1萬多蚊利息準時到賬。佢用呢筆錢每星期同陳太去酒樓飲3次茶，買埋專揀優質嘅有機菜同鮮肉，每個月仲有充裕嘅錢定期睇好中醫。最重要嘅係佢同仔女嘅關係反而變得更加融合，因為佢同仔女講，爸爸媽媽依家有政府計劃養，每個月幾萬蚊收入，你哋唔使再俾家用我啦，留返啲錢供你哋自己層樓同埋栽培我個孫啦。仔女一聽，心理壓力大減，大讚爸爸英明。而且陳叔叔同仔女開誠佈公講明，幾十年後爸爸媽媽走咗，層樓剩返幾多就賣咗佢。扣完按揭之後，如果有剩嘅錢就兩兄妹分，如果無剩，你哋都冇任何債務。成家人達成咗絕對嘅共識，真正做到了皆大歡喜，全家幸福。從陳叔叔嘅故事入面，大家可以睇到安老按揭最偉大嘅地方，不單只是提供咗物質上嘅金錢，更重要嘅係佢釋放咗長者內心深處嘅安全感與尊嚴，同時亦解開了現代香港社會最沉重嘅跨代經濟枷鎖。喺香港呢個寸金尺土嘅地方，物業往往佔據咗一個人一生高達7-8成嘅財富。如果你死守住層樓，直至離世嘅一刻，你雖然係名義上嘅千萬富翁，但你生前嘅幾十年退休生活，卻過得像個清貧佃農。呢種人生真係你想要㗎嘛？兒孫自有兒孫福，現代嘅好父母最崇高嘅境界，唔係夾硬留一層老舊物業俾仔女，而係在自己健在嘅時候，照顧好自己嘅身心健康，不成為仔女嘅經濟與精神負擔。
開開心心、體體面面咁過好自己嘅晚年，呢個先至是對仔女最大嘅愛。好啦，今日呢篇2026安老按揭全攻略就差唔多分享到呢度。我知道呢個題目涉及好多數字同觀念嘅轉變，大家如果一時間聽唔明，強烈建議你將呢條片儲存落嚟，重複睇多2-3遍。如果你覺得呢條片真係幫到你開竅，或者幫到你身邊嘅家人，請你一定要慷慨咁撳個 like，share 出去俾你 WhatsApp 群組入面嘅所有老友記同親戚，等更多人可以活化資產，鎖定終身穩定現金流，真正實現退休財務自由。如果你對申請程序仲有啲咩疑問，或者你對利息計法、物業估價有任何諗法，歡迎隨時在下面留言區寫低，我會盡量親自覆大家。仲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記得撳埋個訂閱掣同旁邊個鐘仔，咁下次我有最新嘅理財攻略同財經科技資訊，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啦。我係你哋嘅財富活化專家，祝大家出入平安，資產源源不絕。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